后来乡亲啊，风台走了，兰屿甲绿岛的船恢复航行，货运业者的载货量是平时的2倍。洋流风台扫过台湾，真紧就离开，对东部离岛造成未少灾情。即马风雨已经过去啊，交通甲生活嘛豆豆啊恢复正常啊。 在今天呢，这个天气恢复正常之后呢，这个船班也已经全面的恢复正常的行驶了。天空2天到3天的兰屿绿岛的船班已经全面的恢复，货运业者透早就伫准备啊。一台一台火车停伫台东的富工渔港，趁天气有较好，因赶紧将民生物资一箱一箱搬上船顶。冷冻食品啊，肉类。 哦，除了冷冻拍品，船上也有真侪青菜甲水果，要赶紧寄送予离岛居民。业者表示讲，运量是平常时的2倍，希望讲会当赶紧补足居民的需要。风台过了后，有真侪游客来到港口，因为交通恢复正常，过好天，有真侪人透早就来排列要坐船去绿岛佚佗。 原本就预计今天，我们刚刚好。对。那个我们是用旅行社承办，他说可能还可以，能见度还可以。但他说如果家庭评估不行，还是会可以再延下一天。由于风台所带来第一站的风雨，无影响到民众出去游览的热情，港口又搁出现真侪游客，嘛讲生活嘛会当豆豆啊恢复正常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